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1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早暗第23高雄六股甲桃园界界路绑起，有车落入去山坎，车顶坐一家伙5个人，警方找到2个人遗体，搁继续在找人。台中市太平区一间牛肉面店早起着火，烧死阿公甲一个孙仔。昨台北市信义区一个查某人互前男朋友杀死。新地正出名的福原口道长，小日3号3地卫生局验到有致癌的黄卡毒素，新地卫生局要求业者停产。来看昨暗时第23高雄六股甲桃园的界界哦，有一台轿车，那亲像是因为路基绑起，车落入去山坎，透未抢救。警方是表示讲，车顶坐一家伙5个人，驾驶有行出来喊救人，也毋过落尾摔失踪。今仔日早起哦，警方找到2个人的遗体，嘛搁继续在找人。因为路无大，民众要让对向的车先行，不过规台车煞向消失，疑似跋落坎卡。民众赶紧报案，你最后出现伫行车记录器画面的这个查甫人，警方讲伊就是姓李的驾驶，伊家己爬起来喊救人了后，就失去联络。根据驾驶的讲法，车顶除了伊有太太，一个3岁后生甲拄满月查某囝，以及太太甲前翁生17岁查某囝。警消人员随出动透未找找。警消人员伫昨暗时9点半左右接到报案，就马上出动来到现场进行找找。但因山区雨实在是伤过大，视线无好，无任何的发现。早起看到山区的雨较冷芳，消防人员是出动无人机，配合人员用手啊吊挂落去山坎下面进行找找。现场坍方的一个情况啊，它大概是一个150公尺深左右的一个断崖。那我们人员呢就架设绳索垂降到底下，那中间呢经过一些密林跟边坡，然后到它底下是一个河床泥沙淤积的情况。那人员因为在那个底下没有一个很明显的那个生命迹象，所以我们在底下做一个大范围的徒步搜索。这样31早起9点左右，找到第一具疑似是17岁查某囝的大体。9点半找到第2具，身份阁需要确认。公路局表示，山区雨伤大，无场地向帮山，才会造成这摆意外。因伫30暗时10点半也紧急封路。这是第一次的一个状况，而且是无预警的一个情况来发生的情况。那在这个路段近年来是没有发生这个道路路基缺口的一个情况。公路局表示，高雄山区随时拢会上大雨，有不少路段拢出现崩山，交通中断已经加派机具甲人员进行畅通。记者柯家从高雄场报道。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中南部地区的天气是真无稳定。中央气象署嘛继续发布大水豪特报，中南部地区可能会变大雨。台中南投高雄山区是会落超级大水雨，都要特别注意。今天目前截至到上午9点的累积降雨量的话，台中、南投其实都有接近300毫米左右的一个累积降雨量哦。至于在高雄比较靠近近山区的部分，大概是200到250之间。从中南半岛延伸到台湾，甚至到比较靠近菲律宾的外海。琉球南方海面这一区块，其实整个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的区域哦。那台湾的北边的海面其实是有一点点相对高压的位置，天气相对晴朗。不过台湾目前还是处于比较不稳定的一个区域，所以还是属于不稳定的天气哦。气象署提醒讲，台湾的附近因为透西南风，佮有地形的作用，雨水是佮真高。嘛，集中伫苗栗、台中甲南投的北部。另外，台中佮有屏东南平，嘛爱特别注意雨是落袂煞，着爱特别注意洪灾。山区嘛爱注意会崩山。昨后中华的大水雨嘛是落规暝，彰化市中南路3段嘛淹水咯，佮有排水沟绑起哦，造成内台车冲落去水沟啊。另外，伫个第74架线约139趟彰化市的方向是有土石流，路是未通哦，也毋过中道已经恢复通车咯。车辆和大水冲入去水沟内底，画面看到真惊人。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彰化市拜三大水雨落规暝。伫彰化市中南路3段有排水沟崩滑，致使6台车横冲入去水沟，无就是掉伫路边。香山雨的地方你看雨势非常强降豪雨，它已经造成这个你看水滚的防水这样流下来，那这是不是就是你可以冲刷到尾溪，卡在这里非常危险。另外，彰化市香山里嘛发生有土石直接冲入去民众车库的情形，规个铁档底海去，民众嘛惊甲规暝唔敢困。大家新妇后生啥拢是讲都唔敢困的，这就今日整日头前面。今日就用后壁山遐就用迄车库拢听乱，
大落来就规个甲地动地看去。除了彰化市香山里有不少灾情，彰化第74架线挖139线通彰化市方向站的饭店左右树仔有倒去，雨刷因为雨水冲落来路面，影响交通。虽然县府透早4、5点就派人处理，但是也是有不少上班民众等要点外钟也无法度行。咱要快关迄份工作啊。嘿，你讲你卡偌久啊？要1点钟啊。调1点钟啊？继续等哦。无要紧啊。我1个小时了，他说后面还有一段摊贩，所以很不等。县府表示，伫中昼左右会当排除障碍，恢复双向通车，嘛提醒民众线后可能阁有大水雨，一定要加注意天气变化。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南投县大雨嘛是就袂煞，水里乡规暝是上大雨个单雷公，累计雨量是超过600毫米，嘛传出未少的灾情。南投县政府伫早起7点20分宣布讲，水里乡、信义乡佮国姓乡今仔停班停课。南投县的到131线往来水里甲鱼池乡的路段，有几个所在龙水崩山，等个畅通。拜三暗，南投继续上大雨，南投县到131线来往水里甲鱼池乡的路段，几6位拢出现土石流，部分路段较严重，已经赶紧派人抢通。昨天晚上一直下到早上就死水了。另外，草屯通往北中寮的重要道路，伫相当里的大草龙路31天要光4点外时阵，嘛出现崩山情形，目前影响内底3人居民出击。草屯镇长表示，会请厂商赶伫24点钟来抢通。到登完这个较外口这个道路吼，所有的路都塌掉的，开放合约来清治这路面这工课吼，赶紧那道路先互通较要紧。草屯镇台14线接近29公里，平南里路段早起7点左右，道路嘛双向淹水，有一台货车吊车，一间柑仔店水淹到骹目，头家讲仓库内底货拢淹着，灾损估计有120班。5点多就起床开店嘛，才发现说水已经淹到这个小水柱。水里乡嘛是规暝上大雨，单位讲累积雨量达到600毫米。南投县真侪所在拢露出灾情，南投县政府早起7点20。嘛紧急宣布，水里乡、信义乡、国姓乡今仔日停班停课。出现灾情的公所拢表示，目前会先协助灾后复原工课，所来水土保持排水系统等问题，嘛赶紧去了解，赶紧进行有关工程的改善。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云林高溪山区连续2天拢落大水雨，主要的道路有20-30道拢崩山，草岭、中湖、桂林这几个庄头是较严重，路段即马是陆续畅通了。公所嘛呼吁民众这几天就暂时莫去山区。工作人员乌土比赛的，讲要清运当地路中央的土石，连续2天的大雨，造成云林高溪乡桂林村212线7点3K 的所在，最的土石出落来，30日早起赶紧叫厂商来拍通。进前这个所在已经发生几啊摆啊，每一遍这个发生的情形拢大约啦。但咱希望讲咱政府单位咧会当重视这个所在彻底做一个这个完善的改善嘛。因为这条云宜线是分桂林村主要的道路乡道啦，出入的车辆咧非常多安全非常重要。除了桂林村，还有包括草岭、中湖、境内县道149甲149嘛有几大路段出现崩山土石出来，甲树丛倒害这状况。对此，高溪乡公所讲，县府交工局甲公所的厂商已经进驻，随时通报，随时抢修。主要的交通道路、县道啦，还有乡道有多处，大概有20-30处的崩塌然后造成有些短暂的道路的阻塞。那我们也就透过了公所的开口企业厂商，还有县政府的交通局的开口企业厂商，要积极进入抢通。高溪乡公所表示讲，这2天雨水是乡又搁大，造成山区边坡的土石降水量悬。高溪山区传出土石崩出的灾情，经过抢修了，几大通路拢已经恢复通行，加在无人受伤嘛无财损，呼吁民众最近唔通去山区。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梅山乡嘛做大水，阿里山公路崩山封路，阿里山的公务单人员对昨暝开始到今仔早起一直在摒扫，即嘛是爱看天气甲道路状况，才来决定讲当时要来开放。
工务单人员透暝来清除这个落伫阿里山公路的大树头。嘉义县阿里山山区30暗暝落大雨，造成一寡道路有崩山的状况。工务单人员抢修公路恢复单向通车了后，乡公所马请厂商赶紧来清除挡伫道路出入口的土石。现在所有的那个联络道路有很多不通，那现在我们是紧急请我们开口厂商先把我们主要道路都让它可以用通，紧急抢修，不要让居民说受困在我们部落里面除了阿里山因为大雨造成崩山影响交通以外，嘉义县梅山乡太和的大里芒仔自路嘛有30号因为落雨来淹水。这个向宜林村甲湾桥村民出入的宜林吊桥，嘛因为牛寮溪涨大水的关系，互桥墩基座的土愈来愈少。公所先来封桥，等天气较好，才过来做处理。这中央拢空去这吊桥要封起来，无你莫连续搁大雨落去这个吊桥会产生危险，这基座看起来非常危险啦，所以先封起来。嘉义县的山区为29暗时到当的大雨开始，造成10外条道路发生崩山。嘉义县政府表示，农电公所拢有请人来抢修，维持山区的逐层头拢有代替道路通行。不过雨若是继续落甲遮大，山区的道路也是随时会出状况。呼吁民众伫天气也未稳定进前，尽量莫行山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东县大水雨嘛落几啊天咯，昨午佮规暝拢有4那甲弹雷公，民众是真歹困。大林乡的土板村另外道路嘛淹水，县政府今仔嘛宣布讲土板村甲土板国小停班停课。另外，太麻里乡的金轮村金轮溪水拢涨起来，淹过半环，车路嘛拢淹水咯。30暗时，台东县雷公4那真大，一直弹一直死，互民众困袂安稳。31日时，台东市区也搁伫单雷公落大雨。台东气象站是讲，这波西南气流较大的雷雨出现伫东南部，尤其是台武甲达仁山区的民众感受会搁较明显。如果很近的整个部落是轰的一声。在屏东、高雄跟台东的山区交界，有一些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啊。所以说这些地区就会有一些闪电打雷的现象。因为已经落2天的大水雨，搁加顶一个低压带带来大水雨，达仁乡的土板村东68另外道路去互大水冲蚀。本来顶礼拜大水雨已经放弃的路基，这个大雨搁造成崩塌面积搁较宽，敢若剩机车会当过。县政府已经派机构去抢修，一定先开便道，按搁考虑村民的安全。县政府宣布30日土板村加土板国小停班停课。这地方用接驳式的一种方式，没有完全说，这个一个形成一个孤岛。因为未来灾修的部分可能大概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所以这一个变道的部分，我想除了往后退以外，大概也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式啦。伫南回公路的部分，沿路虽然有土石流，不过已经清除啊。只不过台东县也是有落大雨的机会，提醒用路人一定要小心通行。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台中市太平区一间牛肉面店，伫早起6点倒火，火是烧甲真美哦。细细一家伙5个人是掉伫2楼，虽然警消真紧就到现场，也毋过因为气筒拢封死，2岁查某孙甲1岁查甫孙，佮阿公互救出来时，就无喘气、无心跳咯。落尾干那1岁查甫孙有互救倒来，倒火原因爱个调查。透天厝起大火烧起，火烧甲真美，阁有这么大的火焰冲上天。不过传出祖孙3代有3大2小掉伫2楼的露台，消防人员赶紧救援。虽然消防人员按算为2楼救援，不过无法度治到遐个人。1楼换派人员搜救，总算甲掉伫内底民众陆续救出来。31日早起，这卡道这间伫台中太平牛肉面店熊大火，掉伫内底5个人，有2个细囡仔，1个大人。救出来时阵已经无性命迹象，虽然紧急送医，50岁的阿公甲2岁查某囡仔也是救无倒来。火势在是在中后侧，那中后侧的部分，它火势的燃烧，因为它的可燃物的部分还蛮多的哈，所以它的火势还蛮大。那它火焰的部分有往2楼去做串烧，那串烧的话，因为浓烟会带到2楼的前舱的一个房间，哦，所以造成他们在逃生上会有一些困难。
警消表示，导火点初步判断伫1楼，暗过因为透天厝囤真侪杂物，火炭甲真紧。当时困伫2楼四舍一家火去互警报器惊精神哩，嘛遵照救援人员的指示关门等待救援。暗过因为铁窗甲2楼拢封死，地势救援真困难。因为他们的阳台2楼阳台是完全是封死的，而且是用那种所谓实心的那个钢筋的那种铁桩那加上它2楼的那个整个广告看板把它封死所以我们同仁第一个也不容易发现它，第二个是它那个铁桩根本就第一时间很难破坏。火调人员嘛，倒来到现场采证，要查清楚火警发生原因。这场火灾夺走祖孙的性命，还有3人伫病院急救。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台北市信义区第38点一个27岁查某人，互伊姓刘的前男朋友掠刀仔杀死。警方今仔透早伫宜兰这嫌犯阿公阿嬷的厝掠到人。这被害人伫今年5月，就因为互男朋友拍，有申请暂时保护令。7月2日才打退掉也毋过才过2天尔就互杀死。命案的现场有封锁线，台北市信义区一个地下停车场。30晚8点发生感情纠纷的凶杀案。就看到医护人员好像很紧急的要往某个地方跑去抢救，然后他们就冲下去地下室了。一个27岁姓郭的查某人，伫夜店做公关，上班进前去互姓刘的前男朋友举刀仔甲颔棍后壁刺甲巴肚流着伤。警消到现场的时阵，已经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也是救无倒来。开租赁车，然后并且更换这个摩托车。往新北市的方向，然后走北宜公路往宜兰逃逸。警方透过监视器，确认嫌犯走去宜兰5街。3点钟后，伫嫌犯因外公因兜外口交代报告案。都在家里吗？有。落网的时候心情是平静然后他有关于凶刀的部分，他是放在家里已经很久了，他没有目前那个来源部分还要再厘清。信义分局表示。这个洪台是姓郭的查某人，今年5月15去互这个姓刘的男朋友拍，有向分局申请暂时保护令。台北地方法院7月2日核定生效，无到2天煞发生这个悲剧。妇女救援基金会指出，发生感情纠纷的时阵，使用暴力的人一般拢会有严重跟踪骚扰或者是控制的行为。摕到保护令了后，要有更加周至人身安全的计划。工作的上班的路线，还有回家的路线，还有一些可能在上网一些资讯上面，可能有些他就暂时不要做一些公开或是 po 文的部分，尽量不要一个人在外活动或一个人活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警方指出，保护令还未发落来进前，若感觉有即时的危险，会当申请紧急保护令；行为若严重者，会当建请检察官申请甲对方羁押。目前专案以杀人罪甲家庭暴力防治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电信今仔透早系统各样，手机也是拢卡袂通，依旧嘛卡袂出去伫早起6点才豆啊恢复正常。中华电信是表示讲，这是因为因行动网络系统软体在升级造成信号无稳定，也毋过连面就正常咯。电信系统若无通，生活真无方便。中华电信透早开始系统出问题，全台湾民众的手机拢无法度通讯，就连边的护理站值班台拢联络困难，可能造成医生接袂到护理站的紧急通知。希望电信业者要维持特定区域的信号稳定。在护理站在半夜一直不断的重开手机都一直没办法接通外面的讯号，都打不出去。后来透过LINE讯息跟护理站才完成一个比较有流畅的接通。若是边联络有困难，民众若是要卡119或者是110报案也卡袂通，所以消人员建议会当改卡112紧急救援专线，被报案市0会转接到110。需要救助市9会转接到119，若是无市系统会自动转到119。发现说中华电信的这个手机的行动门号的用户，他没办法正常拨打119进线，同仁也立即去做一个测试，就是发现他没有办法正常的通话，应该不仅限于119。经过抢修系统，伫个早起6点了已经恢复正常。中华电信讲，因为行动网络系统软体承办作业出问题，才会造成手机卡袂通。也强调，若是用户也是无法度用手机会当把手机切到飞行模式，搁再切转来行动模式，或者是关起再搁开启，才能恢复正常。
征集的时候，那很可能就会发生说有一些不可预期的一些原因，因为我们在测试环境的时候，其实可能再怎么测试来讲，那这个还跟现实的环境里面还是有一些落差。治安专家讲，正在行动网络系统较复杂，伫咧做两地升级或者是更新时阵，就可能发生无法度预测的情形，所以定定拢会经伫咧透早进行，减少对用户的影响。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新地遮出名的福源土豆酱，前几日予台北甲桃园市卫生局验出有致癌的黄卡毒素超标。新地市的卫生局又搁查到讲有一批9月初10才到期的土豆酱有问题，已经要求业者全面停产卖来处罚。规仔顶馆原本摆买卖土豆酱，即马已经全部空去。新地有名的福源土豆酱，顶日分别伫台北甲桃园，互人验出黄卡毒素超出标准。新德市卫生局派人稽查了，搁再发现一批土豆酱产品无合格，要求业者需要全面停止生产土豆酱产品。检验结果黄曲毒素仍为不合格，卫生局即刻启动现场查核，并责令业者办理问题产品的回收，暂停生产该类产品，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裁处，以维护民众食品安全。造成客人的担忧，对。我深感抱歉，一上架的都把它回收，该退款的我也是做初步的叫他们退款，收回。业者除了出面回息的，也讲会甲产品回收，不过也强调家己做土豆酱60个外档，拢无染到任何的添加物，即个出问题，有可能是原料出问题，会赶紧找出问题的所在。60多年了，我一个防腐剂、乳化剂。所有的添加物全完全不加的，那这是有问题，也是我觉得是农民的花生原料是有问题的，因为我做出来，我就去做他们做好的花生给我，我当2天我就把它做完。新德市卫生局表示，黄卡毒素是高风险的致癌物质，定出现伫土豆、果子仁这的原料顶悬。目前卫生单位已经要求业者全面回收、全面停产，也表示后续依照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罚6万以上至2亿以下的罚金。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昨天罗西亚外海发生大地震，气象署嘛发布台湾史上第3届的海中警报。海巡署海洋所随所开民众通知渔船，嘛警告西南、东南部海沿海是上危险，海中有可能到1公尺悬。严格落尾气象署量到台湾沿海的海中坡上悬是伫红头树12公斤大部分是拢无超过10公分悬。时代大包小包排队坐游览车，落西亚勘测甲半岛东部外海爆发规模8.8大地震的影响，气象署发布气压0警报，台南7个区公所专工派游览车去沿海林里来安置居民。金门成功地区小狗影是直直架，达到风速5级，海洋1.5公尺悬，气压0伫下晡1点18分开始影响台湾，相关的机关也早就咧准备。及海边活动及近岸作业船只。注意防范。海巡署也伫华美加强部署，可能咧看海影民众赶紧离开，也去港美甲渔船宣导气压0的警示。另外，海洋署也请渔会通知气压0的状况，请船主爱甲船只保护好势，并且请外海渔船注意风影。台湾东部几乎都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对形成海啸堆高的效果是不太容易的。根据气象署气压0的警报，原地预估包含北部、东北、东部海角沿海气压0会比0.3公尺较低。那东南、西南沿海可能会有0.3到1公尺悬。后续实际观测的结果是台东成功、小琉球、屏东的东港有7公分，红头树是有12公分，也伫下晡5点10分解除气压0的警报。2025年地震破裂的区域呢，它跟1952年破裂的区域其实看起来是相当的，所以它有可能是这个地方大概每10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华裔事件。不过，这届地震规模有到8.8，主要山顶上位置就是伫千岛海沟。过去伫1952年也捌发生过规模9的地震。这届为了地震专家郭凯文分析讲，为了达到8000粒的原子弹，加921的46粒原子弹，属于无共量级。后续更加爱注意地震尾。千岛海沟是一个要防范的重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阿留申海沟，在加拿大温哥华那一带，其实也是要注意的。专家也提醒讲，台湾因为伫菲律宾海板块，相对来讲受到的牵连会较少，不过后续7级以上的地震尾，也可能搁再有其他影响，一定要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英国甲法国拢表示讲，要伫9月联合国大会来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昨加拿大总理卡尼嘛宣布讲，嘛要承认巴勒斯坦国。加沙地区的危机即嘛是愈来愈严重，甚至有法救命的难民洪台死。国际社会嘛指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整作别决，也毋过美国嘛是小听以色列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3个礼拜又以后，后唔立三敢唔食人。伊欠营养，伊需要配营令甲医疗援助，不过医生甲母拢无法度。انقطع عنها الحليب ب 10 أيام. تكلم عن حوالي 80 أو 90 يوم من عمر الطفلة وزنها 2 كيلو و600 جرام أو 2 كيلو 500 جرام، يعني إحنا خلال ال3 شهور。会使讲每一日伫加沙走廊的救援据点，拢有巴勒斯坦人访台。以色列互指控犯暴行罪，不过因嘛反驳讲是群众暴动，无法度分别民众甲哈马斯。国际社会甲人道救援组织数次指控以色列当咧对巴勒斯坦做种族灭绝。军队英国、法国、加拿大第30宣布要伫9月的联合国大会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Canada has long been committed to a two-state solution, an independent, viable, and sovereign Palestinian state living side by side with the state of Israel in peace and security. Canada intends to recognize the state of Palestine at the 80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September 2025. 卡尼表示讲，要承认的前提是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要承诺即时的改革。2026年举行大选，而且哈马斯袂当参加。巴勒斯坦国要实现非军事化。加拿大的行动向以色列传达明确的信号，向联合国甲其他的成员国做示范，嘛向美国明确来表态。美国总统川普是坚持一贯的立场，支持以色列，认为承认巴勒斯坦国等于是奖励哈马斯。另外，包括奥斯卡奖得主阿贝拉罕、前检察总长本雅尼等在内，总共31个以色列头人联名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实施毁灭性的制裁。一直到以色列结束这场残酷的行动，永久停战为止。公视新闻吴文林编译。美国总统川普8月初1开始特别全面来扣关税。川普今仔是宣布讲，甲南韩达成贸易协议关税是对25%降到15%。南韩会来投资美国3500亿美金。另外，美国要扣印度25%的关税。川普是表示讲，因为印度对美国的贸易的差上大咯，印度嘛爱互罚款。伫咧家己的社群媒体公布对印度扣25%的关税了，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白宫罗斯福厅面对记者问题时阵讲，是因為印度對美國有正大的貿易逆差，而且亦有一定程度的罰款。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anybody attack the dollar, so it's partially BRICS and it's partially the trade, this trade situation. It's the deficit. We had a tremendous deficit. So, as you know, Prime Minister Modi is a friend of mine, but they don't do very much business in terms of business with us. 这人看出，川普为了要维护美国的利益，会去破坏革命关系立场。伊讲，印度进前对罗斯亚采买真侪军事装备，而且印度甲中国拢是罗斯亚能源的上主要进口国，和罗斯亚会当维持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全世界拢无愿意看到的。不过，伊并无解释罚款的内容。印度反对党国大党领袖批评，这是总理莫迪伫经济、政治加战略的失败。25% tariff on India is little disappointing on us. We are constructively engaged with the US on the BTA. We are also not certain what will be the added penalty which he is talking about. But at least now we know that whatever we have to do is with reference to 25%. 川普伫咧同一天又个宣布，甲南韩达成贸易协议，关税自原本的25%降到15%，而且美国出口到南韩的货物未扣任何关税。根据这项协议，南韩将会向美国提供3500亿美金的投资资金，并且买1000亿美金的液化天然气，或者是其他的能源产品。南韩总统李在明对此表示，南韩所面临的出口环境无确定性已经消除，也强化双方的战略产业合作基础。
因为欧盟最近达成的贸易协议对美国关税降到15%，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不办冯德莱恩克服川普的压力，批评欧盟代表伫咧谈判时阵无讲尽力，也伫咧内阁会议讲协议唔是安尼先就算结束。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咱国行政院表示讲，台美关系谈判已经在进行联合声明的讨论咯，连面对向国人来报告。有风声讲哦，咱按什么投资美国4000亿的美金，要来争取甲日本、韩国同款15%的关系哦，这嘛引起在野党的批评。国民党的总调鲍昆基阁讲，一定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美国对顶关税就伫要公布，台美谈判进入上尾的阶段。外交部是有数项更新美国水产品输入的规定，内容讲美国水产品已经通过系统性查核的程序，针对包括带壳的罐头的虾仔、甲芝麻等等真侪项产品，只要有附官方的文件，就会当进口入来台湾。时间点真敏感，嘛引起放行水产换关税税率的联想。系统性查核那个是2018年到现在的机制，好，那其实在相关的不论是肉品或者是像这一次的水产品，本来就都有做系统性查核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不是因为这次关税的关系去处理的。林正义背回相关的讲法，强调讲这是2018年就有的机制，甲关税无关系。不过，即嘛有风声讲，咱这边按算要出4000亿的美金，甲美国投资，希望当争取对顶关税税率，甲日本、韩国同款是15%。折合台币12兆，12兆是什么概念？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1年3兆，等于中央政府总预算4年要跑去美国，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了。这个郑丽君啊，这个等同当初清末的时候的李鸿章了，现在签出来的就是台湾版的马关条约啊。谈判团队还在磋商，还在努力。那看到陆续，其实8月1号的大限的日子也即将要到了，我们也在静候这一个结果。无论好坏，执政团队都要端出方案。关税也被定案，大家是议论纷纷。有风声讲，台积电无想要出手救 Intel， 地区对顶关税税率可能会到25%。不过专家认为，台积电出钱出力，两边拢真为难。若救 Intel 虽然会当换短期关税和平，不过中长期来看，台积电上大利益就去互压缩，等到变做短期有，长期看煞无。台积电救援 Intel 的部分，其实对于台积电本身，它未来在独立性，那么或者是在全球无可取代的一个地位，那么乃至于对于供应链，那么对于客户它中立性的一个态度，那么可能都会遭到破坏。针对外国媒体的报道，川普政府可能会甲台湾扣15%的税率，不过要求比照日本增加投资的金额。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大成认为讲，台积电增加投资1650亿的美金，会量产4奈米甲3奈米等等的先进制程，遮侪国家有钱嘛做袂出来，这条投资绝对会当挡过日本5500亿美金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丹那市风台7月初扫过台湾，灾情是真严重。国民党团提出灾后重建条例，早起进行党团协商。部分党派立委嘛，搁再提出讲要扩大农损的保险理赔，搁卡加毁损的补助。民进党团嘛讲哦，已经向行政院来提出特别条例要求，行政院嘛等来研究。丹那市风台伫7月初升腾台湾西南部地区，地区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出现严重的灾情，16000户的灾民厝体损害。政府最近开始前进指挥所，防讲卡手上万，为着加速救灾，国民党团提出灾后重建条例，包括厝体毁损补助比例是建地成本的80%，金融贷款扩大认定，等农渔民补助方案，赶要伫拜5完成三读，3再进行党团协商。行政体系、立法体系，大家不分党派人机己机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尽快让灾民能够离灾，能够安置，能够重建。农渔牧的那些补助，每一个单位面积拢伤少，8000、9000、1万，我甲你讲，叫你一定要提高嘛。报空气呼吁条约政治放一边，灾民优先。嘛，呼请中央赶紧提出行政院办的重建条例。屏东哪位苏清泉讲，农损的保险理赔伤过严，应该对农渔民放零。民进党张启凯是不满国军无积极的协助救灾，请法务修缮在2个礼拜内把它做完，先定个目标，动用全国的力量。
张启凯讲，洪灾发生第25天，政府明显救灾不力，即马连安置灾民的能量都无够。过去的房屋屋舍受损是以全岛半岛为认定，这次呢，我们增加了屋顶遮雨的这个破坏，我们怎样去处理？立法院要透过各党再决议的方式，这当然这个监督力道更强哦，我们也觉得非常好。要用特别预算扩大照顾灾民，调野达成共识。吴思瑶讲，已经向行政院提出特别条例，行政院当咧建议防灾当前调野协力，要帮助灾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有学者甲法师联名质疑讲，法务部进前修正的执行死刑规则，修法的听数有问题，恐惊会造成死刑的执行真凊彩，嘛互死刑的冤案无法度平反，所以因呼吁法务部应该爱检讨修正。点点夜排抗议修法，法师联名民间司改会等民间团体联合开记者会，不办法务部修正的执行死刑规则已经正式实施。指控修法伤过啰嗦，也批评新规定和死刑执行更加随便，无顾人权价值。这个执行死刑规则的这个修改到就是让它变得更严谨，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但是修恶却是一夕之间。有律师、学者均为法界人士响应，到即嘛已经有超过100人人数，要求法务部检讨、重新修改规则。因就是担心，伫修法了，就算是死刑犯有申请再审，要求非常上诉，也是有空档期会被执行死刑。一定要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然后一定要有停止死刑执行的这个裁定，才能够做这个停止执行死刑。那也就是说，让这个停止执行死刑变得比较困难。这边上大的改变就是伫咧修正进程，只要有提申请就会暂缓执行。伫即嘛死刑犯的特别救济，要有被核准了，即人无被执行。法务部回应讲，配合宪法诉讼法做相关的修正，明确法律的构成要件。既然宪法法庭已经做出死刑是附条件合宪性的判决，那毫不基依法行政的角度，将依整个宪法判决的意旨内容进行相关法规的修正，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以及宪办制有关于死刑合宪性的判决意旨。其实，这个新规定实施进前，国内36位死刑犯，拢已经请求检察总长提非常上诉，所以即嘛拢也过适应旧的规定。因那这个检正伫咧进行相关审查，结果也未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5股到泰山的轻便铁路全长11.61公里，会经过沙尘堡、泸州、5股到泰山，会驶14个车头哦。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是去 F07站的预定地就安阳公园来视察，嘛强调讲哦，这嘛是已经尽力综合规划的审查，各有宽频的资料需要交哦。那中央确定了后，望讲7天内就会当完工。这实质上要克服非常的困难，因为都是经过人口密集的地区。那经过这几年大家的辛苦的努力，目前就剩下中规这一段。那这个路廊里面可以看得到，它衔接的新北环状线的北环段 Y22，只有差50公尺。那又衔接未来的社子岛轻轨，再加上未来我们在衔接泸州线，也是靠这一条衔接。那甚至衔接我们泰板轻轨，不管是五泰轻轨、泰板轻轨，势必要做。目前5股到泰山轻便铁路案的综合规划报告已经送交通部审查了。今年4月交通部是要求爱个详细来说明。新北政运局修正内容，最近会个送出修正的版本来进行第3届的提报。之前的台南市风台扫过要1个月了，也毋过伫台南，阁有未少民众因家的厝顶敢若用布棚来遮雨，有24000多户的徛家厝顶受到损害，也毋过因为欠工嘛只有1成有先抗布棚。分家南在后，服员前进指挥所嘛按算讲后礼拜都会有厂商来协助咯。台南市风灾造成台南2万多户厝顶受损，这阵7股龙山材料者，犹原有坐伫徛家厝顶用布棚咧压雨，较惨的是有的连布棚拢无搭，雨水拢直接灌入厝内，在后要1个月啊，厝顶覆盖率敢若1成尔，主要因为受到气候无稳定，佮加上欠工严重，地势修复进度前着，天做大。
灾民真无奈。咱无种植，我知，安尼就若落雨大雨啊，无要倒啊，爱倒啊，人也袂当来迄个啊。即若走卡会啦，一大岁才袂啊啦。哦，啊无大共款会滴。嘿，无大原来滴。哦，即个。啊后壁一间迄走卡拢休。经过了解，若要注文大厝顶的厂商，即阵就要等超过2个月，平均大一顶厝顶就要用5天的时间，加上建材材料嘛严重欠缺。为了要加速中建的脚步，分家南在后复原前景指挥所已经搬点全台施工厂商统一材料定价，上紧后礼拜就厂商入去灾区协助修复。另外一户即阵嘛招大学生做志工，要借由因的专业来让厝内清洁。我真正代志到今仔坐2-3礼拜尔，哦，你上做嘛2间3间伊尔，啊，你来别位外环区的入来啊。哦，所以即摆就这样，在内底拢在等着。系啊，啊无你内底消化袂去啊。灾区仍然面临缺工，那因此呢，台南市政府除了持续的招募志工之外，研考会也针对具有丈量专业背景的大专院校学生，例如像建筑系、都市计划或者是营建等相关科系的学生呢，能够加入。连日洪灾过后到达，已经有2个雷片组的病例，卫生局提醒民众清理家园时爱特别细腻，唔通互皮肤去绑到垃圾水，但是出现发烧、头痛等症头，就要赶紧去看诊。呼吁高风险族群，便宜你较歹的，就要做好防护，提高警觉。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台铁顶个月起价了后，为着要补贴华人台东的民众哦，专工伫订票系统来增加点数回归的系统哦。也毋过最近有民众就发现讲，这个系统是定定故障。台铁哦是强调讲会赶紧来改善系统，嘛会使让使用人工哦来补定期。用手机入去台铁的订票系统，华东的民众订火车票了，应该能看到买车票的金额依照比例，会当伫家己口座内面得到一寡点数。不过，即马这套系统拢无反应，因为点数也无多，这样子人是不要紧。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成功了。汇的金额蛮少的，就觉得好像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样。不过已经有的点数其实就有法律的保障，虽然无多，不过对一般上下班族来讲是加减袂当补贴，所以就让家己定定情。他可能系统出了问题，然后他也没有主动通知乘客，就是我们要本身去查询才知道说，那个点数没有进去，对，所以他最近会用人工来补登作业啊，不会让花东居民。就是说他那个加倍回馈来消失。台铁讲，唔是因的系统有问题，是旅客伫咧订票时阵，系统会向户政系统确定订票人是唔是涉及伫咧花东，验证数量若伤济，负责检核户籍的单位就会启动治安防护机制。问题现在大部分都出在身份证字号不是 V 跟 U， 然后涉及在花东地区的。这个我们去捞资料就会比较容易产生问题。台铁讲会协调电信业者一个户政单位，自8月初一了会优化并且调整验证的频率。伫即卖承认人工来补定期，应该为点数拢会互民众，绝对袂影响订票的权益。公司新闻综合报道。8月初一开始，80岁以上的老大人哦，唔免巴士量表地当请外籍义工咯。有立委是真烦恼讲，重症病人甲一寡失智症的患者的家庭哦，会真歹请义工。也毋过卫生福利部是强调讲，会用立即通道来协助这重度失智的家庭。为着应应当年相关的失智症需求，卫福部提出失智症政策纲领3.0。不过，民进党立委林月琴是烦恼，8月嘛得要上路的80岁以上长者免凭巴士量表，就会当聘请外国籍看护薪资。劳动部推算会增加10万人提出申请，失智症患者家庭恐惊面临义工更较歹请，薪水更较悬，而且有钱嘛请无。失智症患者家庭从来都是被移工挑选的。那而没有选择移工的条件，可是压力现在来了哈，那总是要面对嘛，包含了我们的社区的据点哈，然后我们的家屋跟我们的共照这些，那我们的部立医院也非常努力，有相关的床位出来做协助。国民党立委王耀明指出，连长照司副市长都特别承认，长照失能顶级评估爱开真侪时间。对于外国籍看护家庭来讲，空窗转换期无法度使用长照2.0，所以也是无包含伫长照系统内底。国家巴士量表甲长照失能评估无整合，互爱
案子爱开真侪时间。这个怎么样去转衔，怎么样衔接，怎么样整合？我希望这个你们可以从使用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不是2套系统一直各自重新再评估，那个浪费的就是这些案主的时间。我们会加速，而且我们那天已经说过，我们尽量在这些尤其是重度失能的家庭里面，我们会用绿色通道来尽量协助。卫福部是讲，当前优先保障加绿色通道，不过安怎落实照顾的品质甲执行细节，这也是下一步的考验。记者采访报道。国民健康署公布2间加热粉的厂商，计供14项的产品是有条件来通过审查咯，也毋过是引起真侪批评。有医师佮反对团体是认为，目前包括建议违规的罚金等等拢无配套。也毋过国民健康署嘛强调讲，目前只是有条件通过，上市的时间是还未确定。国健署伫顶日对外公布，日本、美国2间加热粉的厂商所申请的14项产品有条件通过健康风险评估的审查。加热粉未来有可能会伫台湾合法就市，这也加做2029年世界抗粉大会讨论重点。医生和民团针对国健署通过加热粉就市的问题提出建议和批评。当初这个审查办法它就没有罚则啊，它本来只有通过跟不通过，它并没有像烟害防治法有写这么多的罚则。所以，我们是不是有没有什么这个补充的办法？说，那你哪一点没做到，我要罚你多少钱？还是说，就真的，如果照现在的说法是说，那你只要任何一点没做到，你就要下市？医生表示，不管是纸粉、电子粉，也是即摆有条件就市的加热粉，危害的程度拢是同款的，拢有尼古丁，食粉拢是会食掉的。有专家也呼吁国健署，包括买卖通路、警示标记和违规的罚金，拢要赶紧定出相关的政策，赶紧公布。国健署是表示，目前加热粉只是有条件通过，就市的时间也未确定。怎么严格在做这个售烟品给未满20岁青少年跟孕妇等这些易敏感族群。另外就是对于贩售点，我们有更多的一些，请他要对于每个贩售点的一些要求。国健署强调，若是未来2间加热粉厂商有违规、无愿意配合的行为，拢会马上取消资格。另外，未来也会针对加热粉条例使用者提供改粉的服务，希望会当减少粉害对个人的影响。记者陈选王兴忠台北报道。客家委员会推出客家白家大纸，鼓励民众去客语店家来消费讲客语哦。虽然台语无委员会，也毋过一寡推销台语的友志是整理台语友善店家的地图，嘛伫双北市募集台语友善的店家，要推出台语的菜单、拍影片来宣传，望讲会当大家做伙来创造友善的台语环境。你好，这有菜单，这嘛有台语菜单，有板凳红豆，大家好啊，阁有真侪口味。唔但有台语菜单，头家和人客用台语互动开讲，嘛提供优惠鼓励愿意开喙讲台语的人客。这是民间团体大家讲台语最近在台北、新北推行的计划，希望募集台语友善店家。目前已经有一寡少年头家加入，有做台语乐器的，嘛有厝内袂准阁袂冰的，因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伫生活中创造讲台语的环境。家己想要食啥，家己讲。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嘛想要，互较无机会讲台语的细汉朋友，会使去使用这过程中嘛足趣味的，嘛足好耍的。民基林的口味啊，因为顶悬伊拢有写讲台语要安怎写，啊，若是真正袂晓念，阮嘛有录音，啊，你会使听。大家讲台语的共同创办人讲，演过办活动，定有民众反映讲，伫咧北部想要学讲台语，却定无机会，也是感觉碍羞，唔敢讲。团队今年申请到文化部的计划帮助，希望透过提供台语优先店家的打纸，佮有甲店家拍影片推广，要结合店家的力量，做伙来打造一个搁一个优先的台语区。就是所有意见拢共款，需要的就是一个环境，提供消费者一个小小的优待，安尼互伊有更较直接的动机，会当讲哦，因为我会使摕优待，所以我来使用台语的菜单，甲讲台语来注文。其实，因过伫咧网络民间都有人发起台语友善商店的地图，甲愿意甲人客讲台语互动的店家记录起来。因为今年大家讲台语团队进一步用实体的互动，鼓励店家和消费者用台语点菜，嘛通做回学播讲美式的台语。记者卢尚珠、曾俊尧台北报道。
屏东东港的开机中神堂推出家长的体验，唔但互民众当体验开面，卖当来学一寡家长的基本动作。老一辈画面师甲技术传承予少年师傅，嘛帮过当改变外界对家长的刻板印象，叫大家做伙来明白这个真水的传统的民俗文化。阮的面的强调，阮的是本身的是较粗线条。底色拍好，少年画面师足专心，一笔一画，甲面谱的线条画好势。老一辈师傅伫边仔指导，画好了后，两个世代的画面师才做伙讨论开面的手路色水。烦恼这个技术消失去，屏东东港开启强神堂的老画面师，配合庙方推出家长面谱体验，互这项传统会使延续落去。老辈伊教的，啊伊袂像迄聚会啊，一代传一代的，甲聚会有时甲要。传承落要老花要啥物话要教，有时即种的咪讲3、2工要教，就是个。除了开面体验活动，嘛会教民众区尾步跳家长的一寡动作。东港的开启强神堂表示，因算是当地家长文化的源头，嘛是文武千岁七角头之一。毋过庙宇甲家长后来拢互人歹印象，几多年前就开始甲庙宇文化结合教育活动，带民众重新认捌家长的文化。起头因就是甲阮教讲。出门也是装家长，就是一定爱遵守规矩，袂使部分人食薰翘脚，袂坐姿要有坐相，互伊有体验到即种面谱的即个一寡文化，也是家长的精神。总干事表示，接落来伫10月甲12月，阁会结合王俊文化馆举办家长的体验活动，希望吸引愈来愈侪人斗阵改变对家长的看法。拍破学家长拢是歹囡仔的印象，做伙感受顶头文化的提升。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极端气候天灾不断哦，美国有动保团体建议讲，有饲动物伴的主人嘛爱替宠物来准备避难包，平常时哦，嘛当来训练宠物乖乖啊踮伫笼仔内底，为避难来做准备。看了这古早的猫仔，本来即摆心情拢会变较好。认为甲这个猫仔、狗仔、动物当作上好朋友，毋若斗阵享福也强患难。全球一直传出极端气候灾情，也叫醒大家防灾警觉心。伫做好家己的防灾准备同时，也毋通袂记爱维护你饲的这动物的安全。Now, some of those things that you already have around the home, you want to have at least 2 weeks supply of food and water. You want to have their medications. You also want to make sure you have a printed copy of their vaccinations. So if you do need to evacuate, there are a lot of places that will welcome your pet, but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the proper vaccinations. 遭到灾难侵袭的现场，一般拢看无人。防放杀往往是真可怜的鸟狗这的动物。休斯顿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讲，若要避免灾难发生时，家所饲的动物散开去，上好的方式是提早来进行防灾准备。除了家己的救难包甲必需品，所饲的这动物用品也要传好。Let's make sure that your pet has a collar, an ID tag, and a microchip. And that microchip needs to have the most up-to-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just in case your pet does get lost. 表示嘛，具备这个防灾意识，保持厝内底环境路线畅通，同时尽早训练鸟狗这动物，用点点关伫个笼仔内底，当紧急撤走时才袂来疯狂。2024年5级的飓风米尔顿侵袭美国南部，一只狗仔因利用关伫个围篱插地马淹死，引起社会关心这动物的灾难安全。佛州也伫2005年通过相关的法案，禁止伫天灾期间超工放杀这动物，若违反者会牵涉虐待动物，面临罚款甲加禁。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
拜。